后来哦，这个时阵西瓜等咧大出，婚林议论拢会办西瓜节，今年取消了。乡公所讲真可惜，因为今年的西瓜加真好食，但是病毒的拖累，西瓜白痴一袋斤剩10块，所以用网络来行销，要互民众唔免出门，嘛会当买到甜个好食的西瓜。现场拄甲全西瓜婚林理论西瓜节，今年虽然正常举办，但是未像永年同款切开予大家食，只有加西瓜汁，互大家试啉。有反肺炎的关系，所以咱袂当办西瓜节。但是为着要照顾农民，所以这次咱今日办一个记者会。单箱菌组感染，今年改做用网络活动来取代。乡公所伫面册有打出广告，民众只要留言，或者伫指定的时间到市场拍卡，甲西瓜翕相，就会当免费摕到西瓜一粒，鼓励大家出门消费，然后西瓜无销。今年的西瓜品质比以往更较好，因天气顺啦吼，有较减销一丝啊吼。天好卖到300块的物件，主办唔拢一粒200多咧卖啊。对。今年炒10块，旧年佮有炒12、13块就。10块是爱品质好的哦。另外，乡公所嘛甲规农合作因利用网络或者是产地直送的方式，拍开更较侪通路，互无想要出门的民众，嘛会使直接甲规农用更较优惠的价格，买到品质优良的西瓜。